青春係一場風暴，痛苦係一道閃電。好多謝網友 @berryhaptrue 嘅評論，佢提到姜濤同嚴明熙呢兩個小朋友，一個係水，一個係火，完全將我哋嘅思考同討論帶到咗另一個層次。姜濤同嚴明熙好似面對緊同樣嘅挫折同困局，但其實好多天王巨星邊個唔係捱出嚟？10年辛苦冇人問，一朝成名天下知。某程度上嚟講，姜濤同嚴明熙其實係一出道即高峰，可以話係食咗時代嘅紅利。今日被譽為星爺嘅周星馳，其演藝之路充滿咗艱辛。佢考入無線電視藝員訓練班之後，喺各個劇組中跑龍套，飾演冇名字冇台詞嘅小角色，例如士兵、路人，甚至係死屍。正係呢段漫長嘅跑龍套生涯，俾佢飽嘗咗人情冷暖，亦都磨練咗佢對表演嘅熱忱同埋對喜劇嘅獨特見解。喺憑借對你愛不完嘅舞步同歌曲紅遍台灣之前，郭富城經歷咗一段默默耕耘嘅時期。佢並非一出道就備受矚目，而係從無線電視藝員訓練班嘅舞蹈員做起。喺好多巨星背後，佢最初只係背景中嘅伴舞，毫無對白，亦冇個人鏡頭。哥哥張國榮嘅星途亦唔係一帆風順。佢喺參加歌唱比賽出道之後，初期發展並唔理想。初期發行2張英語專輯之後，即遭市場冷遇。首張粵語唱片《情人戰》被評論家形容奇散音雞仔聲，公開演出仲被觀眾噓下台。佢甚至拍過《紅樓春上春依》啲片，你就知道每一個巨星背後都有不為人知嘅辛酸。臨床同實驗研究顯示，經歷痛苦能夠喚起深度反思，並激發對生活意義嘅重建。成長心態高嘅青少年更容易從逆境中尋得人生目標，建立超越自我嘅價值導向，從而增強內在韌性。所以點解我話唔好將每一個評論都視為批評，每一個批評都係 hater， 每一個 hater 都係心理變態。所謂白屌可以成才，但承唔承受到白屌就係一個關鍵。點樣將白屌轉化成動力，呢個就係秘密。上2條片講到謝霆鋒就係答案。喺心理學研究當中，批評與負向回饋被視為塑造青少年行為與性格嘅重要力量。現代教育心理學家卡羅德韋克 Carol Dweck 指出，過度稱讚智力反而會削弱孩子面對挑戰嘅意願。慈母多敗兒就係呢個道理。社會環境固然影響青春嘅氛圍與方向，但佢只係第2層嘅維度。更核心嘅係個體點樣面對批評與內心嘅聲音。過度嘅保護與干預，如直升機式教養，唔單止剝奪咗青少年面對挫折嘅機會，亦都削弱咗佢哋獨立解決問題嘅能力。姜濤喺大量粉絲嘅愛戴同吹捧之下，曾經意氣風發。嗰個時候係佢最自信嘅時候，係佢最敢 show 嘅時候，但呢個亦係佢最危險嘅時候。所以佢多次失言失態，某程度上係俾粉絲同媒體營造嘅虛幻虛榮感沖昏咗頭腦。傑之嚴明熙亦都係大台力捧同時代嘅真空中，以超新星嘅姿態迅速成為新世代接班人嘅最強候選者。但舊帝國日逼西山，新時代係一個部落時代。Gigi 係面對大台嘅脅迫之中所面對嘅，其實係一個時代嘅困局。時間站在佢嘅一邊，暫時嚟講係，但時間亦都係佢嘅敵人。尤其對女人嚟講，時間係一個更大嘅敵人。司馬遷話：蓋西伯區而演，周易，仲尼厄而作春秋。古今一理，周星馳、郭富城、黎明、張國榮、周潤發皆於青春苦難中熬，始成星光。青春如風暴，苦難若閃電，刺痛而照露。年輕人當以此為鑑，知苦難非終局，乃淬礪之始。於風雨中堅守，於磨礪中成長，方能衝破青春嘅風暴，於人生舞台煥發成熟嘅光彩。